咁今次咧真係我哋第一次咁辦呢個國際交流會議嘅。咁無論對於我哋香港未來嘅航空醫學嘅發展啦，定係我哋部門自身咧，都有一個極具長遠嘅戰略嘅意義嘅。咁我哋咧就主動咁樣，好似對接國家15嘅規劃綱要發展方向啦，推動我哋區內嘅應急同埋航空醫療嘅深度協同發展。咁與此同時咧，我哋要充分發揮我哋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角色，咁積極咧去引入國際先進嘅創新科技同埋智慧醫療嘅經驗，推動我哋行業嘅標準化啦，同埋全面咁深化同埋更加高效率嘅航空醫療交換合作。正正呢個國際會咧，更加可以咧令到我哋向全球展示我哋喺香港一個高度整合嘅機隊啦嘅運作模式啦，同埋高效嘅跨部門嘅協作實力啦。最緊要咧就係向國際咧嘅社會啦，説好我哋係香港故事啦，鞏固到我哋香港喺呢個區域，特別呢個航空應急醫療嘅樞紐嘅領先地位。我哋預計咧應該會有大約250人嘅同埋嘅參與。與會者同埋嘉賓咧，其實涵蓋咗有航空救援啦、應急管理、醫療機構同埋相關嘅專業團體咁樣嘅。咁入邊咧亦都會有各個政府部門啦、一啲專業嘅學院啦、醫院同埋國際培訓組織等等。值得一提嘅咧，就係我哋好榮幸請到有20位嚟自本地啦、內地啦同埋海外嘅專家去擔任講者嘅。佢哋咧會圍繞住幾個核心嘅議題咧，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好寶貴嘅經驗，一齊咧同我哋探討喺未來咧應急同埋航空醫療嗰個發展嘅趨勢嘅。咁我哋喺活動嘅第2天啦，我哋都會同4個單位咧去簽呢個合作備忘錄嘅。咁當中咧就包括咗有國家交通運輸部構造打撈局，咁另外仲有香港急症科學院啦。咁另外2個咧就係嚟自英國同埋澳洲嘅航空醫療嘅訓練機構。合作嘅範圍咧包括咗有專業培訓啦、一啲技術分享，亦都有行動經驗嘅交流，繼續去優化同埋制定呢一啲我哋日常標準操作程序等等嘅。咁透過呢一類嘅合作呢，政府飛行服務隊我哋可以進一步提升隊員嘅專業啦，亦都係希望咧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去引進一啲好先進嘅國際嘅標準，咁去幫我哋更加有效率地做我哋嘅搜救嘅工作嘅。喺地面當急症室醫生同喺 GFS 嘅工作係一定好大分別㗎啦。人手方面，其實我哋喺急症室可以好大個團隊，可以有好多人幫你。但係如果喺 GFS 工作咧，基本上架機咧最多都係得4個人可以幫到你嘅啫。可能2個空勤主任啦，一個醫生啦，一個護士。有陣時咧，可能醫生同護士仲要分開工作。我哋嘅口號係將急症室帶到病人身邊。但係你都知冇可能將成個急症室嘅儀器啊，所有即係 X 光機啊嗰啲，其實帶到病人身邊嘅。咁所以我哋要喺個選擇度，即係點樣用啲最簡單嘅方法去幫助病人咧，呢啲都係要諗嘅。咁我哋所以會有個醫療袋啦，有最新嘅科技啦。咁我哋都會提升自己嘅即係嗰啲裝備去幫助病人咯。